呢一次係我哋第一次一齊去嘅旅行，我哋亦都係第一次嚟到日本嘅鳥取縣。我哋除咗會去一啲第一次嚟鳥取一定會去嘅地方之外，例如係鳥取沙丘，咁嗰度可以同駱駝影相、玩滑沙之外，我哋仲會深入鳥取嘅窿窿罅罅，去到一啲唔係自駕遊會比較難去到嘅景點。我哋今集嘅旅遊路線會由大阪開始，揸車去到鳥取縣嘅米子市，之後再向東邊出發去到倉吉市，最後會返返去鳥取市。旅程嘅第一站會由香港飛到去大阪嘅關西國際機場，咁我哋係搭凌晨2點50分嘅航班，4個鐘左右就到啦。咁喺大阪機場呢度呢，係有好多租車公司嘅，咁大家可以事先網上預約，咁呢一嚟到呢，就可以出發啦。鳥取係位於日本本州嘅西部，由關西國際機場揸車過去米子大概係需要3至4個鐘。相信大家東京大阪就去得多啦，唔知大家又有冇嚟過鳥取呢？咁今集呢，就會同大家睇下鳥取除咗沙丘之外呢，仲有啲咩玩。我哋嚟到米子嘅第一個目標，當然就係伊土先啦。咁我哋嚟到嘅第一餐呢，就選擇咗當地嘅名物之一牛骨拉麵。我哋選擇咗呢一間叫做 Takahuna 嘅牛骨拉麵店。我哋嚟到嘅呢個時間係冇乜其他客人，入邊嘅空間呢都算幾闊落。咁除咗我哋而家坐緊嘅呢一種台型之外，仲有吧台，座位同座位之間嘅距離呢都算幾闊。咁我覺得作為拉麵店嚟講呢，咁樣嘅空間呢係比較少見啲。佢嘅牛骨湯底呢係帶有少少嘅甜味，唔油膩嘅。食完嘢之後，我哋就嚟到今日第一日主要嘅行程啦。喺景港站呢度行出嚟呢，就已經見到周圍都係鬼太郎嘅裝飾，就連出邊嘅街燈都係鬼太郎阿爸嘅造型。呢度之所以有咁多鬼太郎，咁係因為呢鬼太郎嘅作者呢，其實佢鄉下呢就係住喺呢一度嘅。喺呢度仲可以搭鬼太郎主題嘅列車，只不過我哋因為係自駕遊嘅關係，咁我哋今次就冇坐到啦。喺景港車站出到嚟呢，就會去到水木茂之路。咁呢條街呢，係以鬼太郎作者嘅名而命名。
咁喺車站沿途行呢條水木茂之路，係可以見到有唔同種類嘅妖怪嘅銅像啦。晚餐我哋就去咗呢一間叫做英苑嘅居酒屋。入到去呢係需要除鞋，咁啊放返喺個 locker 度。嚟到第二日，我哋第一站嘅行程就嚟咗鳥取花卉廊。顧名思義就係睇花啦。咁我哋係揸車過嚟，咁如果唔係揸車嘅朋友呢，就可以喺米子站坐呢一個免費嘅接送巴士嚟到呢一度。今日嘅天氣係非常之好，
喺園區嘅外圍呢，係有呢一個大概1公里嘅長廊。換言之，無論出邊係落雨定係烈日當空呢，都可以喺呢一度悠閒咁睇住花。我哋第2站就嚟到大山牧場。係，嗰個係咪？我咧？唔係，以為倒出嚟，你冇手。我哋下一站就嚟到青山剛昌古香館。咁青山剛昌呢，就係柯南嘅作者嚟嘅。入邊係有2層嘅空間嘅，一樓呢，主要係介紹青山剛昌老師嘅生平、作品同埋原畫啦，咁可以睇到佢工作室嘅樣貌。而2樓呢，就有啲互動嘅遊戲可以玩啦。咁我哋今日嘅 lunch 就嚟到呢一間回轉壽司。呢一間回轉壽司，我哋一致認為非常之好食，大家一定要嚟試下。我哋下一站呢，就嚟到呢度已經係荒廢咗嘅鐵路。佢最大嘅特色就係荒廢近40年嘅鐵路遺跡係被完整保留。佢有一部分嘅路軌呢，側邊呢係已經生滿晒竹林。咁啊，有啲似大阪、京都嘅南山。第3日嘅第一個行程，我哋嚟到白兔神社。係呢度驚咩的喺下邊都好多。
呢度係有全日本唯一嘅兔仔御守。咁喺八兔神社呢，再行前多少少呢，就會到咗呢個鳥取沙丘噶啦。沙丘同沙漠嘅分別呢，就在於沙丘係會落雨，咁所以亦都有機會有植物嘅生長。同埋佢最大嘅特點呢，亦都係佢會隨住時間呢，不斷因為海風啊、海水而去改變佢嘅自然地貌。咁呢度呢，亦都可以坐呢一啲單人嘅纜車，咁啊單程大概係5分鐘左右。咁我哋嚟到鳥取沙丘嘅其中一個目的呢，就係過嚟呢度玩滑沙。鳥取沙丘同市中心呢係有一啲距離嘅，咁大家可以選擇喺 JR 站搭巴士就可以過嚟呢一度啦。咁我哋下一站呢，就嚟到沙之美術館啦。咁佢就喺沙丘隔離嘅啫，行路過去呢係5分鐘內就可以到啦。呢個美術館嘅最特別之處呢，就係每一年都會有唔同嘅主題。換言之，每一年都會有唔同嘅嘢可以睇到。咁今年2026年嘅主題呢，就係西班牙篇。而今年嘅展期呢，係由2026年嘅4月24號去到2027年嘅1月3號。因為每年嘅展覽都係重新打造嘅關係咧，咁所以大家要留意。每年嘅1月至到大概4月中度呢，呢個美術館呢都係唔開放嘅。所以大家嚟之前呢，都要上網 check 清楚佢嘅展覽嘅開放嘅日期。咁
咁大家就唔會嚟到摸摸釘啦。哎，落街，架車啊！哎，件衫啊，喂，大佬。